哦，唔係兩個嘅，係喎。入標先。喂，幫我入埋一百達湯。好，而家呢場呢係之前兩場初賽嘅勝方。哇！第一球啊，竟然就已經食死咗個籃啦 ！Jessica 嘅施射，呢個幾得意喎，晾住啫喎，佢係就唔係攝實嘅。好，跟住黑隊進攻。哇！阿簡單挑 Chester， 哎呀，逼阿 Chester 出現咗一個傳球失誤 ，turnover 加1。Jessica 葫蘆頂傳咗俾老公，俾翻阿簡。哎呦！踢波，不過已經好抵啦，射唔到上去傳。好啊，我俾你走啦，你嗰個位攞到做啲咩？走落個底喎。Chester 都好溫文啊，純粹舉手啫，就封咗呢個 Jessica 嘅射門線度。比分出邊阿簡3分線比分 Colin 出手啦。差啲差啲。哦，3開波 ，Tammy 運球。我咪開落 Chester 度上翻。好噃。都唔好你可以話翻佢，其實咁樣我應該要一炒兩個人一定有效。好，一球 foul 波，科連被插嗰隻射右手。堅受傷喎，我係插魚蛋啊！好 ，Colin 換出，大王換入。Colin 隻手指似乎好賴嘢啊！希望唔使偷太耐啦。好，阿達喺底線，護住個波。哎呀，可以早少少俾阿康啊！落咗出射到高位，哇！突破，一球 foul ball，Chester 被侵犯。應該屬於大王嘅犯規嚟嘅。達哥一次3分施射，阿緊中場控波俾 Jessica B， 翻大王度出翻頂位。哎呦，豪哥球中距離近啦。
最後一揀硬爆喺 Chester 嘅防守下，強行硬入啊！唔 work 啊！要買新一代啊！哦，呢個左手靚波。啊！大朋友隊開始籌下啦。大王係個 turnover 加1。哎呦！哇！呢球要俾個特寫 Woody 啊！太拉啊！弱點嚟㗎。哇！啱啱呢球真係靚啊，右手轉攻。好，呢球 foul 咗。哇！再嚟一球。呢場係為咗 Woody 幫手，係啊，仲有2分鐘。一路唔記得咗報時，好彩 Jessica 提醒啫。哎呀 ，Chester 呢場真係守緊啲喎。比數嚟到8-2啊，暫時8-3領先。仲有1分鐘。仲有35秒。靚走位啊，可惜。哎呀，最後10秒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比比。最後比數8-2啊，8-3贏。
係今日第一 round 嘅勝利者。